8、9月嘅新機發布大潮終於揭開序幕啦。HTC 今日就首先出招，遠赴日本東京舉行發布會，為我哋帶嚟全新嘅旗艦手機 Butterfly 2，亦即係日本本土推出嘅 HTC J Butterfly 嘅國際版本。為咗隆重其事 ，HTC 更加請嚟當地嘅大型少女偶像團體乃木坂46代言兼表演歌舞，仲即場示範 HTC Butterfly 2嘅各種玩法添。講翻 Butterfly 2先啦，佢大可以視為年頭推出嘅 HTC One M8嘅升級版本。雖然處理器規格一模一樣，但就改用充滿日系風格嘅塑膠微型機身，同採用一體成型金屬外殼嘅 M8 風格相當唔同。喺 Butterfly 2嘅背面，我哋依然可以揾到雙鏡頭，各位亦都可以喺呢一部新機度玩到 U-Focus、Dimension Plus 等等嘅特別功能。不過主鏡頭嘅規格就改為1300萬像素，而再唔係 M8 上面嘅 Ultra Pixel 啦。HTC 近年相當着重手機嘅音效表現，今次喺開發 Butterfly 2嘅時候，就同 JBL 一齊研發咗全新嘅 Live Stage 音效，更加會喺某一啲市場上市嘅時候，隨 Butterfly 2附送 JBL 嘅特製耳機添。唔知會唔會再次吸引到音響發燒友嘅注意呢？想知道 Butterfly 2喺唔同方面嘅實機表現，可以 click 入影片描述當中嘅幾條詳細試玩報告連結。如果想繼續 keep 住 update 最新科技資訊，就 click 下畫面上面嘅呢個 subscribe 掣啦。